他们也是，也看到多少苗子了，很多苗子，这东西大好啦，嗱呢度就係白雲站嘅洗手間，係異常嘅乾淨嘅，唔似話其他火車站嘅洗手間咁樣邋邋遢遢。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度新淨啦，睇下可以 keep 幾耐咯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广州白云开往武汉方向的高11184列车很快就要开车了，没有上车的旅客请尽快上车。咦，有人唔記得攞行李喎。快，一路平安，下次。最近還好嗎？常愛看少女漫畫嗎？最近近乎沒露面，你有新對象嗎？真想帶你見見我剛識到的他，我想聽你意見，這算是病吧？為何無論我願意怎樣試，怎樣也不可一樣愛慕他？難道沒練習太耐，感覺都追不回來，試圖再努力愛，也顯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談戀愛，還是我太愛你，對過去太放不開？難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鏽的鎖不能開？若是也折斷了，留在舊患鎖在懷內，放滿對你的愛，難怪跟誰也再沒法戀愛。我有時仍很怕路過你那從前的家，往事若然未落幕，再揭起有害嗎？真想帶你見見我剛識到的他，我想聽你意見，這算是病吧？為何無論我願意怎樣試，怎樣也沒令自己戀上他？難道
追不回來，試圖再努力愛，也顯得不自在，耿耿於懷從前的愛。從沒有振作過，痛了再痛也應該。難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鏽的鎖不能開，果實卻似斷枝，還剩下在體內若懷來，裝滿對你的愛，害怕一直也再沒法戀愛。哇，都幾鬼大下。好輕便啊！你睇下嗰個靚女喺度就係廣州白雲站，大到咁樣，睇下大到咁，即係有冇咁樣嘅必要呢？其實當然唔係話唔好。呢度就係8號線嘅地鐵站入口。咁其實呢，親測實測呢，都真係行好耐㗎。距離真正去搭入站嘅話，咁跟住呢度就係一個廣場仔啦。行幾步路就係白雲站啦。好大，係真係好大入邊。但係好似人流匹配唔到呢個大。你睇，一堆人喺度食煙啦，一堆人喺度食煙。呢度又係，呢度又係。做邊條啊？呢個做咩啊？呢個咩衫？箭嘴一直就指住8號線，但係呢，距離8號線呢嘅距離呢，係都好距離下嘅，真係。好似以前喺度講呢碗粉都好粉喎，完全表達咗嗰種意思。